今日整嘅係一部 Apple MacBook， 檢查完發現係電池食電快，維修方案就係換一組全新嘅電池。筆記本嘅後蓋用膠批一撬就起，超級容易拆落嚟，拔開觸控板嘅排線，拆落電池檢測排線，擰開螺絲，拆走細鐵片，用膠批鏟起舊電池。拎出我哋嘅全新電池，對準位置貼實，擰反螺絲固定好，將所有排線都插反好，用酒精棉抹一抹電池，蓋反後蓋，擰反所有螺絲。開機睇下效果點樣？抹乾淨成部機，搞掂啦！